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4章。上主讲：以色列啊，你若活倒转来我遮，将遮个通掩护的偶像除掉，无搁三心两意。你若照真诚、公平、正直去应我的上主咒詛，列国就要得到我的祝福，搁夸耀我。上主甲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：恁着开垦还未犁过的园，毋通夜种伫刺皮内面。犹太人甲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着甲恁的心行甲咧归属上主，除去恁内心的拉残，则免我因为恁的歹行为发受气，亲像火倒起来，无人会当拍花。恁着伫犹大宣告，伫耶路撒冷宣传，着伫全国分扫角大声喊讲：咱着集合走入去设防的城，着举大旗，记往锡安，着逃命毋通停骹。上主要互灾祸甲可怕的毁灭对北方来。毁灭列国的已经出发，亲像狮对暗暗的树林出来。伊要互你的土地拍荒，互你的城镇荒废，无人住。所以恁着穿麻衫、流目屎的铁口，因为上主还在对咱受气。上主讲：到迄日，王甲官员会失去勇气，祭司拢会惊吓，先知嘛会醒狂。我就讲：哎呀，至悬的上主，你实在欺骗遮个人民甲耶路撒冷人。你讲平安无事，其实刀剑已经拄伫阮的篮后。迄时，遮个人民甲耶路撒冷人会听到遮个话，对无树无草的旷野悬的所在，会有烧风吹来我的子民遐，毋是要找麦香，也是甲五谷的杂质吹走，是受我命令吹来的强风。现在我要宣布我的审判。你看，对你得来亲像乌云得假，因的战车亲像加利亚风，因的战马比鹰鸟较紧。阮有灾祸啦，阮无命啦！耶路撒冷啊，着将你心内的邪恶洗清去，互你通得到解救。你心内的歹念头要囥到佇时。有消息对但地区传出来，有歹消息对以法莲山区传来。恁着甲列国传报，甲耶路撒冷宣告：有围攻的人对真远的所在来，大声喊，要攻打犹大的城镇。因亲像固守荒地的人包围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背叛我。上主安尼宣告：你的所做、你的行为惹起遮个事，这是你造成的恶果。这恶果真苦，苦到你的心肠。我的腹内，我的脏腑，我的心绞疼，我的心噗噗淫。我无讲话挡袂牢，我已经听到扫角甲交战喊喊的声。毁灭的消息继续传来，全地拢受破坏。我的布边忽然倒去，我的帐围连边立去。我看对得的大旗，着搁看偌久；我听扫角的声，着搁听偌久。我的子民愚戆毋捌我，我的囝儿无知
无智慧，因做歹真熬，做好含慢。我看大地混沌无成形，我看天暗淡无光。我看大山震动，小山嘛摇来摇去。我四界看，逐位拢无人，白鸟嘛拢走去觅。我搁看肥水下园变做荒埔，所有诶城镇拢受拆毁，因为上主发大受气。上主安尼讲：全地拢会荒废，毋过我袂彻底甲因毁灭。大地会旷旱，天会乌暗，我一个讲出，一定袂后悔。我既然决定，一定袂改变。城内诶人听到马兵甲射钱诶人喝险诶声，就拢逃走。走入树林，爬上山岩，全城拢受放杀，无人住伫迄内面。你即个要受毁坏诶城，那着穿红色诶水衫，挂黄金诶砖塔，西装打扮，典礼会窈窕美丽。你安尼打扮兼有彩工，你诶爱人甲你放杀，要收拾你诶性命。我听见亲像产妇喙唇要生头上囝痛疼诶声，是色安诶子民伫鼻涕喘，因伸双手讲：我惨啊！有人要来杀我，我要昏去啦！